花莲有一位家长控诉，因囝去一间英语的补习班，说防拍、防罚卡，甚至是禁止去便所等等不当的对待。因那补习班是表示讲，这个囡仔会去攻击别个同学，因已经就管教的问题甲家长沟通过真侪届啊。花莲教育处即嘛已经介入调查。 互人投诉真侪项不当管教的美语幼儿补习班，目前正常营业，大小班学生囡仔差不多30个。伫花莲以全美语生活教学营业10多年，不过即马家长指控老师对囡仔会拍骂、罚卡，甚至唔好去便所。他跟我说：“妈妈，我大便在裤子上。”好几次他都跟我说是老师不准他去，然后讲了会被骂、会被打、会被打耳朵。那你如果哪里不乖就打哪里，然后早上去学校早餐都会被老师丢掉。面对指控，补习班的负责人真无奈，表示这个囡仔情绪真歹管控，佫会拍同学，甲囡仔罚卡是敢若几分钟，囡仔真侪问题拢有甲家长沟通过。孩子罚站是视他的轻重为主，如果他是咬人，第2次咬人，第3次咬人，可能就是要在旁边罚站，顶多10分钟。对，我们还是会处罚孩子，但是我们不会去动手打孩子。 因为双方对管教认知差真侪，县政府教育处嘛介入调查，发现业者有真侪项违规。短期补习班不应该有休息室跟游乐空间。我们如果查获他在里面有做休息或是娱乐的话，那就是违法。县政府教育处讲会看情形，要求业者提出改善。业者表示会面对调查结果，可能无愿意搁营业。家长是会带囡仔去验伤，无排除要对业者提出告诉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